台北醫學大學上屆新的研究發現，講食薰的人平均一世人的收入呢，上濟會減碳185萬台票。那台灣逐年損失的生產力會超過1300億。調查也發現，講呢有食薰的男性比無食薰的壽命平均是減2年，那準是女性是減1.4年。醫生就提醒講，衛福部有提供自代解薰服務，大家人逐年呢攏有2屆補助療程協助民眾解薰。台北市最近在推殺部分社區佇特定的專區設負壓式食薰室，互無論有食薰無食薰的人，攏有舒適的環境。不過政策拄推動，佇街仔路遙遠常常當看到有人咧食薰。拜二，台北醫學大學結合健保死亡登記甲勞動收入的數據，分析追蹤21萬個人20年的資料，發現食薰的人平均一世人的收入會減碳135萬到185萬。注意愛請假去看醫生這個請假伊就無法度做伊工課嘛有可能因為安尼伊就無法度領全勤的獎金像這個情況就是會造成伊薪水減少。調查嘛顯示，食薰唔但影響到健康，嘛直接影響到生產力。譬如講，因為判白請假，工作的效率降低，甚至提早離開職場。調查發現，台灣逐年因為食薰失去的生產力超過1300億，等於健保年度支出的15%以上。研究嘛發現，有食薰的男性比無食薰的壽命平均減2年，女性減1年4個月。另外，研究嘛發現，青少年食電子薰的狀況，為2018年的2.7%加懸到2021年的6.6%，顯示政府推動薰害防治面對的新考驗。醫生嘛提醒，目前民眾通透過解薰問診、藥物治療、衛生教育資訊等等的服務，2到4禮拜身體就會當有改善。我看到薰解掉了後，差不多1個月時間開始加掃啊，胸腔白白啦，心臟會菜啊，才會情況攏會改善安尼。有的是抽血，大概3個月吼，血壓還有這個血糖吼，還有的是迄血油攏會改善真濟安尼。醫生嘛提醒，食薰會增加慢性病風險，若有食薰的習慣，會當透過衛福部提供的自代解薰服務，台人逐年有2擺補助療程，協助有需求的民眾解薰，嘛減少健康的負擔。記者郭正陽、王志剛台北報道。